升級優秀品牌大獎，升級罐頭鮑魚品牌大獎，包中寶。鮑魚又美味又名貴，一直係香港人嘅至愛。尤其是墨西哥嘅鮑魚，識飲識食嘅香港人就知道佢名貴得有道理。包中寶選取來自墨西哥海灣嘅鮑魚入罐，絕對天然野生捕捉，係好矜貴嘅。到底呢啲優質嘅美味係點樣製造嘅呢？一齊嚟睇下。墨西哥出產嘅鮑魚都係野生嘅純天然美味，採捕受到墨西哥政府嘅嚴格監管，每年只有3至7月至可以出海採捕嘅。咁大隻嘅鮑魚，全憑漁民徒手潛入深海捕捉嘅，得嚟一啲都唔容易㗎。怕光嘅鮑魚先會唞一唞，放鬆咗緊張嘅肌肉之後呢，至會被煮熟㗎。然之後經過機器環回沖刷，再經人手仔細清洗、磅重、入罐，再加入天然嘅海鹽同埋水，經機器封罐、消毒同埋包裝。處理過程之中係唔會加入化學品或者防腐劑嘅。咁難得嘅靚鮑魚就係咁樣原汁原味，就最能夠試到佢嘅優質同埋鮮味啦。包中寶能夠贏得升級罐頭鮑魚品牌大獎，絕對實至名歸。純野生採捕鮑魚中嘅瑰寶，包中寶。